密集嘅人，其實好多一家大細啊，真係。舊知道好多人อร่อยไหม豆豆อร่อยไหมอร่อย 咁知道俾佢。都幾肉。跟住我再出去嘢決定呢排我好食喎。我再睇樓咧，發現屋企咧啊，全部送走啊！你夠唔夠膽食啊？我食咗啦，跟住 OK 啊。佢食嘅呢啲嘢食嘅，啲大腸食嘅。อร่อย 仲要有間串燒。喺台灣上面啦。嚇？台灣上面我哋上面食嗰間串燒，最原中心嗰間。咁你係？我哋中意食嗰間啊！即係唯一就係你買出去，你買佢有去同我哋去食啊！你咩？其實我去食嗰間串燒啊！中實嗰間長遠中心嗰間串燒。佢唔係去嗰間，佢去第間。佢都串一路自己串燒啊燒嗰啲啊！多俾嗰啲啊！飲下先。係啊。你租俾嗰啲排長長頭嗰啲啊嘛，至少係買埋咗3年嗰啲先可以租佢哋呢啲啊嘛。但係咧個價錢。